在这边中西区的时候，平常是还好，可是就是直到假日的话，就是因为外来的观光客很多，所以就是机车都很难停，都很怕违规停到不应该停的地方。我们知道到了假日很多的年轻朋友骑机车到这附近来做这个观光。那机车因为体积小很容易就会随便的违规乱停车所以会影响市容跟影响观。那我们这个停车场目前是3层楼的设计那总共停车位是103席。那我们未来的这个收费政策呢，会如果是计次的话，会一次大概是20块。那如果是计时的话呢，1小时10块钱，那上限是30元。那我们后续会看看这个计次跟计时哪一个比较合适来做适当的研议之后，来公布相关的这个收费的办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民多半以机车代步，加上外来游客也会利用机车游览观光。像是友爱街周边就是观光人潮众多、人车密集的区域。为了改善周边区域的机车停车问题，台南市政府将原有公有老旧闲置建筑物拆除改建为立体机车停车场。这也是台南市的第一座机车立体停车场，将提供给民众更友善、优质、便利的停车空间。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友爱街新的这个机车停车场，我们觉得很新奇能够骑车来这边我觉得而且这个空间的规划都已经用到极致了。当时我们对交通局的这个要求跟拜托，就是说在有限的空间能做最大程度的利用，所以他们在1楼设置无障碍车位然后2、3楼设置一般车位，然后总共有103个机车位因为这个地方附近是一个观光景点那所以说应该这个停车的机车的需求，停车应该是蛮多的，停车需求，尤其是不管是本地或者外地的朋友们，我们欢迎利用，但是也希望说能够解决道路交通拥挤以及景观的问题，以及这个民众找不到停车位，还有周边的商机问题，我们都要一并考量。那谢谢交通局以及所有的同仁的努力，我们将来还会再找合适的地点，再设置更多的路外停车空间。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4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赶快先来关心台南市会定期会。人讲会当互人自在行路的城市，这是伟大城市。议员郭丰仪伫个总集选，就用这作为目标，检讨台南市的人行道养护管理，甲无障碍设施，拢是落到尾啊几名。同时，建请市长画40条路边示范道路，包括人行道、电啊卡以及交通号志，拢爱做伙改善，互人民有感。根据这回《天下杂志》幸福城市调查，市长黄伟哲虽然好感度全国第一，不过整体市政评分却是落到15名。毛议员郭丰仪先针对市区道路养护管理甲人行环境无障碍考评来检讨。议员强调，互人会当自在行路的城市，才是伟大城市，要求加强人行道的改善。普遍率非常非常高，连在乡下地方。人行道不管你是几米，甚至无甲几米，伊嘛要做，没有错。对人行环境的尊重，特别现在身心障碍人士走在我们台南市，来到咱台南市，咱这个文化古都，要来这佚佗。你看，光是我们的所谓的文化园区的人行道的限制，其实真的是为人诟病。特别是对这些身心障碍或者是老人家来讲，是非常不尊重的一件事情。举个例子来说，简单的说，包括我在这，您说再过2个月就3年了嘛，对，我们这2年多，将近3年以来，我们主要做的就是一些小的，譬如说农路，以前只有7、8千万一年，现在在2亿多了，增加3、4倍了。
然后您刚刚讲人行道，我也特别注意到。好，那所以说这个部分虽然有些人还是批评说黄伟哲任内第一任呢这个没有大建设，但是我还不以为意，我还是愿意把小地方给做好。当然，现况台南的路边专案持续推动，不过却无包括人行道、顶仔卡以及交通号志一并改善。所以议员会长嘛建请市长许可维修10条路边道路，做出互民众有感，达到恶劣的示范效果，就是对市政上好的宣传。选择看一个年度选择几条道路，我的建议是10条啦的示范道路。新北市跟台北市都有这么做。伊的示范道路是安怎？包括人行道的建制，包括中央分隔岛这些交通设施的改善优化，一起做，就这么一段路。这就是市长你的政绩，你敢知？你若做讲这10条路拢是你的政绩，你感觉讲我真正要把路做好，这10条就是示范道路。这示范道路让人民有感。我行伫这段路的时阵，会感觉就是无同。人民会主动甲你反映讲，倒一条路做了做好，这就是人民有感的地方。市长你敢有认同？我有认同。议员对道路施工品质的要求，除了希望修改驻地条例，建立共同管道，嘛希望交通量大的道路一定要提出智慧的数据来拥护施工等具体解决方案。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位伫北区的党地书百会为2001年结束到今，目前确定的重建为南山广场。新的建设团队表示，上紧2023年开幕。议员陈义珍的即阵关心这项重大的投资案，因为疫情甲建设需要变更，所以出现变数，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全力协助，重现过去的欢迎。讲到在地人的回忆，议员陈义珍表示，位伫小巴夜市边仔的当地市百会一定是其中之一。虽然2017年以后观光招商出现变数，不过南山人寿新的合作团队已经提出2022年10月完工，加上紧2023年开幕的好消息。不过议员烦恼受疫情欠工加建造变更等状况。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立管对中协助，甚至招商引进IKEA。好，那大家都很期待说，那东地市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吼，当然是一直等，等到了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听到说，这个地方未来可能会变成这个六福皇宫的这个六福庄、六福饭店哦。那结果在隔年的时候，因为大环境的关系，所以它又喊卡了哦。那一直又等了这些年哦，所以到了去年的时候，我们终于听到说，好像这个台南南山的台南广场重新变更设计，然后未来可能由这个微风广场来进驻，那影城的部分由这个秀泰影城会来进驻。去年109年的9月的时候，也协助他们在建造的部分进行相关的变更。是。那这次的疫情的时候，确实不容否认，它在中间的部分施工部分有稍微缓一下。一方面是他们现在在这个找工的部分有一点困难，那其实经发局这边有做一些协助。是。那目前来讲的话，它会是地上12层、地下2层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地上12层，那目前已经盖到6楼了。是。那招商的部分呢，我们有询问过南山目前已经有大致上跟议员所讲的方向很接近啊，但是因为他也直接讲明了，这个是属于他们内部的机密，所以他也不方便对外透露这个所谓厂商到底是哪一家。是但是我们也觉得南山在目前在折商的过程是非常严谨的。是那预定大概在112年大概上半年左右，它会完成相关的开幕。那如果还可以有了我们台南人很期待的 IKEA 哈，甚至是鼎泰丰等等，我想这个一次满足所有台南人期待哈，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能够殷期望的啦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请经发局这边哈再继续努力啦哈。议员除了期待新的百会再现当地欢迎，嘛关心2024年当然要推动建成400栋的相关计划，已经成立筹备委员会。不过根据了解，对去年12月2日到今受疫情影响，拢无开过会。议员除了烦恼影响相关庆典的进度，嘛希望市长亲自主持，积极来筹办。而且市长也是主任委员，是召集人哦。那市长
您不应该亲自来排除万难主持这样的会议，了解一下各局处重大建设状况，或者是活动会诊的状况，或者是活动申办的状况，因为接下来剩下3年就要迎接建成400年了，很多工作要做。如果现在没有申请，其实3年后绝对来不及。面对建成斯巴党的庆典，议员马进一步要求市府将资讯公开，促进政府民间合作以及全民参与。台南新闻管及刘品言采访报道。议员蔡秋兰伫总质询相当感慨，表示伊担任民代20多冬，毋过市府目前对大北门区，包括盐分农地变成土荒场，养殖渔温变成太阳光电厂，公墓迁葬变成动保园区等建设，拢互民众怨声四起，所以要求市长要重视民众的心声。市长为特年内要3档，其中针对大北门地区的建设，近年拢有重大争议，包括公墓迁葬以后，因为客家当地野狗长手，所以拍算规划动保教育园区。另外，盐分改良的农地拍算设土园，参照伫金茂里就不断有居民抗议，结果撤销停工，也有勇士气温纷纷变成太阳能供电厂。观光盐田变成海水淡化场等等，拢是民怨四起。所以议员蔡秋兰伫总质询讲，伊相当心痛，质问市长才建设对地方敢是加分。我有当时身为一个民意代表，若看到咱北门区啦，你敢看会出来？我是安那会用这张图互你看？第一，咱的咸粉来改良的农地。即卖要做咱的土猪场。第二，咱的迁葬的公墓有足侪，结果咱要做动物教育保育区园区。来，第三，咱一寡养殖业，咱的渔温即卖拢变太阳能厂。第四，最近咱的观光盐田。即卖要搁做海水淡化厂，市长，我真的很心痛。我身为一个民意代表，搁做遮尔久，含你也同事过，会使讲咱两个民意代表拢做20外年啊。本身今仔日要含你讨论，你看这4项的大项的建设，对咱地方。刚好加分，刚好有没有加分啊？市长，简单说一下有没有？简单跟你说，地方反对了。对啊，市长英明啊，吼。原本是发展观光旅游甲农业休闲的大北门区，结果这建设拢是伫争议、民众反弹之下，一个被迫取消。不过担任民代超过20档的蔡秋兰伫总质询相当感慨，要求市府若要设立，一定要甲民众充分沟通，审核过程一定要公开透明，替民众严格把关。台南新闻管及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2022消防形象阅历火神勇者适合举行发表，甲过去的消防阅历用猛男美女无同，这届主要是要传达更加侪消防的故事，希望互民众会当更加了解消防人员的辛苦甲情感。因为职人剧《火神的眼泪》，角到真侪消防职业无人知影的故事。因此，台南市2022年消防形象的阅历，甲过去主打的俊男美女无同，你是融入消防人员的家庭甲情感。韩国的消防形象阅历发表配合 MV， 甲台南创作歌手蔡宗伦牙医推出消防的形象主题曲《我在你身边》，场面温馨。你在我身边，我会在感动下去。双手，我们一起修炼消防勇者自己。关怀的热血，会有不同的你。谢谢。我们在第1师蔡宗文医师的《我在你身边》。
发表会现场包括副市长赵庆惠、消防局副局长梁全顺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离校干部拢前来，用实际的行动支持消防人员。想要来帮助咱设备的更新，包括咱像讲市长第一任去年咱就编列1500万，希望会当把咱的消防衣第2套设备能够来做更换，嘛爱咱真侪议员来给咱斗相共，通过这个预算，今年更较重要是咱编2000万，比去年还多了500万，希望在消防衣的这个替换上面，第2件消防衣可以让我们消防人员去在消防的这个现场里面可以更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全。那消防人员的安全就代表我们市民所有的安全。会中副市长嘛特别感谢基美事业大力的支持，和消防的月历印制，甲影片会用顺利来完成。希望透过无同的故事，反映出消防员的同袍精神，甲家庭以及厝内人的支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现主时，台南市又搁加了一位艺文空间，伫东区的裕义路新开幕的 F 生活艺文空间，邀请各地名师开设好果子、调烹、会计、时尚等等的课程，期待伫个后疫情时代，会当互更加侪民众体验到生活美学。这间位伫咧东区裕义路顶的艺文展场，是陈桂平、杨依玲以及杨竹婷母女3人为了完成创业梦想，共同打造的 F 生活艺文空间。伫这邀请到各领域名师开设教学分享，希望会当为台南的艺文活动带来更多美好的课程。有这个艺文空间的想法，是因为我遇见了那个 Jet 老师、调香师。那我们因为这个理念上面想，才说把我们想最美好的东西，还有让大家遇见有各个不同老师的领域，跟我们在地的台南的朋友们可以来分享来自各个不同的品味，以及提升我们自己的生活上的一个快乐。F 生活艺文空间呢，就希望以多元文化，然后有艺术，然后有需要做创业的，然后我们可以做友善的公益空间，然后让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合作。那也希望在以我们的生活品牌，然后还有我们一些产品，然后老师的一些产品来在这边去做推广。除了有各项学习课程，F 生活艺文空间也为艺术家准备了展示作品的空间，协助艺术家行销。看得到里面其实都需要10分的长久的时间去制备我们的原物料，然后慢慢的雕琢成成品。尤其是在以前，这样子的点心都会拿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以及朋友。我用和服的腰带，叫做西正织，最高级的千年工艺丝织品，来做成抱枕、居家美学，还有包包，还有服装，就是用西正织腰带所设计的。然后还有我身上这一件呢，是另外一个京都工艺，叫金有禅，跟各式的艺文者就是一起合作这样子，那可以分享到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共同分享这个空间，对，那会创造出更多艺文者，然后来这边学习，或者是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专业。陈桂平表示，目前除了有好果子手作体验，另外也有手作咖啡、创意美妆，以及由调香名师陈炫良所开设的调香课程。欢迎对着课程有兴趣的民众前来体验。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邀请台大医学系校友陈永顺举办个人摄影展，作品的主题是病院生活，包括伊索比亚、原始的部落、世界上大藏传佛学院以及人文资料等等，希望提供民众人文艺术甲视觉的响应。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民众无法度出国，为了医护人员甲病友的心灵，卫福部台南病院首次举办摄影的展览，邀请台大医学系校友陈永顺举办个人的摄影展。我们纵使学到摄影，也没办法拍出这样子的摄影出来哈，因为陈老师的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段很令人感动的故事了哈，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有在台大药学系念书，那之后怎么样就业之后怎么到美国留学，然后再回来怎么创业，他也是一个药厂生技公司的董事长，到某一个关键点，整个把它切掉之后，开始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那可以造出这么漂亮的哈，我还读了那个陈老师的这些简历之后，觉得真的是太感动了哈。透过清代教授，当时嘛是陈永顺的学妹英介，陈永顺的边缘生活摄影展，在日前结束清代病院的展出以后，4号刷到卫福部台南病院来展出。展出的内容有伊索比亚原始部落、世界上大的藏传佛学院、人文甲水鸟等。每届作品拢是国际比赛的前3名。他仰着在看，有一种期望，一种祈求的那种感觉。那尤其呢，你们可能看照片，等一下你们如果有看那个照片的话，仔细看，这里有一滴眼泪，有一滴眼泪。那个眼泪的话，就是在一种期望，一种求帮助。如果一些嘴唇哦。这个下巴下巴它这个是用手术去割了，把这个下唇割破，给它掉出来割破掉出来。那个在小孩子的时候，就那个盘子就把它撑进去了，慢慢撑，慢慢撑大。那他们那个伊索比亚讲。你这脖啊，愈大愈水啊，我看到规范，真可怜，足可怜的，属实真可怜啊！敢若咱较早阿嬷白骹呢啦。陈永顺老师一心专门研究药品，也退休前担任本来经药厂的顾问，也退休以后学习摄影，为着厝内人世界旅游。这届展出作品总共有51幅，包括保健的文化甲生态领域。展期对今日起一直到12月底。欢迎民众踊跃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